疫情继续要来关心，这是昨暝真侪人伫咧电视机的面头前，或者是来到现场来欣赏台北101的烟火表演。今年的主题是希望之光台湾，拢总放16000发，时间头尾有300秒，互民众会当看一个到开。内底红仔图，咱看到有山鸟麻、石虎，也有乌熊这保育类的动物来开场。台北101今年特别解决单港烟火限制，用改良式的烟火，看起来烟火更加青笑，五花十色，陪伴民众。大家来迎接新年。3、2、1， Happy New Year！ 新年快乐！五花十色烟火为台北101放出来，为新的一年拍头阵。跨年互人真期待的台北101烟火秀，今年特别用改良的烟火，会当一届就表现3种无同的色，看起来更加水。甲希望之光台湾当作主题，分作4段来放，其中船啊代表希望的船，顶个载的是大家梦想甲希望。艋舺内底阁会当看到石虎、乌熊、文斑鱼这保育类的动物，透过101，互世界看到台湾的水。隆重16000发的烟火做伙放，头尾300秒的烟火秀，互人看到目睭无转轮，带领民众做伙迎接新的2020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